韩国总宣布戒严，也毋过6点外钟就取消互人沙部长。即马上大工会罢工，要求总统落台。国防部长已经请示为事件来担责任。越南花的富豪张美兰犯金融诈欺案，互人判死刑，上诉失败。法院讲，若准伊甲3000亿台币的侥幸钱还回来，就有可能会当改判无期。一个登山团去爬基隆山，煞互土石牵着，造成1死3伤。新北市管理局表示，这事故地点毋是正办的步道，是登山客家己行出来的小路。观众朋友，大家晚安，欢迎收看12月7日新闻世界通，我是麦尚莹。头起先，咱要来关心的就是南韩总统尹锡悦昨宣布戒严，伊的理由是要来清除我北韩的势力。也毋过6点外钟过了，煞因为国会反对，所以佮宣布戒严。咱先来看这张时间表，伫12月3暗时10点25的时阵，总统宣布戒严，也毋过翻点过，这军队呢就随入去到国会来阻挡这个议员的出入。加在即马咧后来，这个国会是顺利投票，以190-0的票数来通过表决否决戒严令。今仔日透早4点半，尹锡悦是照规定来宣布戒严，这做是历史上上届底的戒严。其实总统这款动作是引起国内真大的批评，幕僚集体请辞，上大的工会也无限期罢工，要求总统着爱落台。另外呢，就连这6大在野党伊嘛提出弹劾，就等国会2/3的议员同意，也佮有宪法法庭6位法官来同意。即马上新的消息是，国防部长金良显已经请辞，为事件来担责任。南韩伫短短6点钟内，经过戒严佮戒严，测试之下小年的行路，甲平常时共款真无用。公布南顶悬东亚日报的头版，真大字的标题写尹锡悦半暝宣布戒严，2点钟后去互国会否决。这个防号做是历史上上底戒严令。对尹锡悦来讲，现此时伊政治的支持度无悬，因太太涉嫌食钱，也有累散到腰顶顶的买贷，互尹锡悦头前的路是愈来愈歹行。The National Assembly decision confirms the martial law order void. We, the National Assembly, will regard the constitutional order of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South Korea. 在戒严令解除了后，南韩国会反对党议员随伫国会大楼外口集会，指控尹锡悦向宣布戒严，这已经构成弹劾的条件，显示伊的判断甲状态无属上个离经，无适合做总统的职务。 무장군인과 경찰, 국회의원들의 국회 출입을 막고 남함으로써 국헌문란의 내죄를 완성했습니다. 根据南韩英文媒体《韩国时报》的报道，这件戒严的闹剧是国防部长金良显直接向尹锡悦建议执行，过程当中并无甲内阁来沟通，所以总理甲幕僚拢完全唔知头唔知尾。这个戒严令引起朝野的批评，嘛互尹锡悦陷入困境。根据韩联社的报道，在野6大党已经向国会提出弹劾尹锡悦的议案，总统府高阶幕僚嘛集体表达要请辞。目前南韩执政的国民力量党已经达成共识。 解除国防部长的职务，也有内阁总辞。为了避免武装军警甲直升机进驻国会，这种防真惊吓的场面搁再发生，南韩国会事务总长金敏基宣布，为即时开始禁止国防部的官员甲警察进入国会，避免国会议事运作受到阻碍。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 好，咱来看这桩戒严的事件呢，互本地满意度剩17%的尹锡悦，即马呢，伊的声势是犹阁较低，而且伊牵涉的争议是真侪。其中上届大出的就是伊的牵手金建熙。这个金建熙呢，伊是涉嫌收乌西，包括一寡名牌的牌影，也是化妆品甲酒等等。检方是因为这甲总统的职务无关系，所以才无甲起诉。也毋过金建熙伊的家族，阁有涉嫌炒股，煞互翁婿呢。 用总统的否决权来动调查，另外伊嘛涉嫌介入竞选团队的安排，这也互人批评伊是插手政治。其实这一阵啊一阵拢影响到尹锡悦的形象。这回戒严嘛，互南韩上大工会来罢工示威，要求总统一定要落台。 叶飘起发口号，民众组织伫南韩首尔的光华门广场示威抗议。南韩深夜宣布正日紧急戒严，互军警包围国会，甲民众抗争。煞到伫6点外钟了后宣布解除戒严，一暝社会激烈变化，引发民众对南韩总统尹锡悦真不满。南韩上大的工会全国民主劳动组合总联盟嘛合作民主劳总佮罢工示威，要求总统落台。늦은 밤 우리 국민들은 정말 깜짝 놀랐습니다.
전쟁이라도 난 줄 알았습니다. 그런데 그것이 아니라 윤석열 정권이 대통령이 자신의 정치적 기반이 약해진 것을 계기로 비상계엄을 선포했고 민의의 전당이라 할 수 있는 국회에 군부대를 투입했습니다. 이것은 민주사회에서 도저히 용납될 수 없는 일이라 생각합니다. 对面改检，和南韩社会限制现代民主历史上上严重的局势。南韩股市一开盘就落盘将近2%，韩票汇率嘛盘到2档内的新低。民主党总谴责尹锡悦行为危险，表示无限期的罢工一直到尹锡悦落台为止。你和尹锡悦当作改检召开，北韩是无任何反应。北韩媒体调中社的网站测试消息，只有报道北韩国内消息，对南韩政治变化无关心。南韩参谋长联席会议嘛证实，无发现北韩有任何异常的活動。日本的首相石破茂對此表達密切關心後續嘅發展。韓国訪問についてはまだ何ら具体的に決まっているものではございません。いずれにいたしましても現地の状況を重大なそして特段な関心を持って注視をしておるということでございます。石破茂表示，未對此評論其他國家內政問題，嚴格會盡量確保在南韓嘅日本公民安全。日本外務省官員透露，南韓政局無穩定，有可能會影響到石破茂訪問南韓嘅行程。公司新聞係是董炳耀。針對南韓這陣改檢案，即馬當咧出國訪問的總統賴清德，伊是來指示國安單位掌握相關的信息，來確保咱的公民甲國家的安全。也毋過，伫反映民進黨團佇網絡的答文，所予人甲解讀者是咧威脅在野黨消停改檢令。行政院長杜英台是回應講，這台灣民主是袂當行翻頭的，無人會當允准發生任何無民主的行為。南韓總統尹錫悅七暗時宣布實施緊急戒嚴令，軍隊進駐國會，緊張的情勢加懸。雖然6點鐘後就結束，不過是已經驚動國際。總統賴清德登去拜訪馬小妮，第一時間就指示國安單位掌握相關的信息，確保國家安全。韓國國內只要進入一個比較不穩定的階段，會不會對於韓國國內的社會安全秩序產生一些影響，而去影響到國人赴韓，不管是我們的僑胞或我們的留學生或觀光客的一些人身安全。蔡明干表示，後續愛觀察南韓的政治情勢，敢會牽連區域整體的安全。國內調野嘛高度警戒。不過，立法院民進黨團第一時間在社群發文，講拿白泰國行的預算，甲違憲擴權等等的議題，講台灣當咧對抗黑暗勢力的吞踏，去互批評講是咧威脅在野黨支持戒嚴，引起爭議了後，雖然因是緊甲這個破文抬掉，不過拿白要是真紅火道，反倒當來碰綠營，無迄個面對民主。我們絕對不容許台灣發生戒嚴。韓國國會所發出的彈劾令，對尹錫悅總統所發出的彈劾令，我們在這裡希望給民進黨、給賴清德引以為戒。自由民主憲最重要的基石，只有權力能夠有效的監督制衡，才能夠防止這一種總統個人濫權情況的發生。民進黨團配會講，絕對無支持戒嚴。行政院長杜英台強調講，台灣的民主發展袂當行回頭路。民主的成果需要靠全體的國人，還有朝野共同來維繫。我堅決的相信，國人也不會允許看到國內有發生任何不民主的行為。不過，在南韓是在野大國執政的局面。這嘛反映真濟民主國家，包括台灣在內，攏面臨同款的困境。林淑環認為講，應該把南韓戒嚴的事件當作一面鏡，朝野共同都要透過協調，雙方要有更加濟共識來減少衝突發生。記者綜合報道。再來看賴清德的訪問行程，伊離開馬紹爾了後，喺台灣時間今日透早已經去到圖瓦盧來訪問。今年是咱建交45週年，咱嘛甲圖瓦盧來簽太平洋電纜合作意向書，這是咱頭屆參美國、澳洲、日本也個紐西蘭等國做伙替圖瓦盧來起海底的電纜，要來解決網絡建設的問題。在上映的小型飛機降落圖瓦盧，總統賴清德出訪南太平洋到地理友邦，機場響起咱個國歌，賴總統也在咧唱。透過用傳統舞蹈來迎接咱駐圖瓦盧大使林東興也在咧學跳，賴總統也在音樂來拍譜啊。
接受总理戴斐理个言款台，赖总统也正交咱国对2022年起协助完建的通话路国会大楼模型，代表两国为深化民主的共同努力。明年5月动工了后，预计2027年完成。另外，咱国也甲理念相关的伙伴，美国、澳洲、纽西兰、日本共同来协助通话路。Express Tuvalu's thanks for Taiwan's contribution to the pool of funds that was sourced from partners of Tuvalu, including Australia,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Japan, New Zealand, and of course Taiwan, that enable the government to procure a submarine internet cable. 土瓦鲁政府为这条电缆命名，采用了土瓦鲁语的传统独木舟之意，有着连结及前进的含义。我相信，台湾和土瓦鲁将不断加深连结，携手前进。大拄着台湾甲通话路建交45周年，双方也签署深化全面伙伴关系联合公布，希望开启两国合作新的篇章。由于土瓦鲁机场的跑道只有1.5公里，因此赖总统在土国的行程只有媒体代表随行，其余媒体团已经到了过境点关岛。可以看到，在国际机场外以及饭店外都已经升起我国与美国国旗，还有关岛旗帜，等待迎接赖总统到访。以上是公视记者叶片轩、方俊怀随行采访报道。国内消息来看，自从劳动部逼出霸凌案了后，即马诉法部沦陷建设署长陈明忠，也互人指控对伊的下司大细声，而且呢，佮用口罩甲人恐吓。陈明忠本人是表示讲，伊真实的会来接受调查。也那部长黄干南是回应讲，这个调查报告12月11就会出来，一定会好好啊处理。公部门霸凌案拓销甲各部会，司法部向标出尊成建设市长陈明忠哪像有霸凌情形，称在甲下司大声匹配叫甲骂，对话内底毋若讲屁想，佮看人无目的，甚至用口罩屏蔽来吓惊公务人员。司法部长黄干南初时去立法院做预算报告，陈明忠陪同出席，对伤害司法部的形象是感觉真实的。这个事情造成这个整个部里面还有我们对我们部的形象的伤害啊。深感抱歉。那我会深自检讨，然后接受调查。因为部里面已经成立专案调查小组，我会接受调查。启动调查，我们有外部专家委员，昨天开始调查，那1个礼拜之前会有结果。黄干南讲，会加强内部的领导甲沟通的训练。不过，国民党立委林派上是无认同，这个司法部关管上户，嘛模仿陈明忠顿椅顿倒。大声匹配叫，甲黄干南问讲，这款甲下司乌白骂、乌白咧，敢算是霸凌？快看，核稿人是瞎了吗？你觉得这样算不算霸凌？我为我所有同仁道歉，是应该道歉，因为我这个确实是我督导不周。针对外界关心司法部抓诈骗的效果，黄干南表示，网络诈骗通报查询网正在进行公测。下载量达到12501人次，发现通报的信息，大部分是假用公众人物的名来拍广告，甲金融投资诈骗的广告较侪。正式的版本按算明年就会上线。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中有一个23岁男性，去年8月去做兵，哪像受到中官的霸凌，4个月后退婚，规个人咧煞断出大脑萎缩的镜头，伊的智力敢若退到2岁左右。军方虽然讲有协助家属来进行调查，也毋过煞因为证据无够，所以事关免防起诉。妈妈准备接23岁后生回去厝的，不过后生就是安怎拢无多坐上机车，也出现惊惊表情。妈妈讲后生原本像一般少年相关遐尼活泼，也不过去年去做兵了后就完全变款了。所以你在军中他已经有状况了，而且还有人逼着他一次性抽4、5根烟，抽到吐。你在军中发生的事情，你有耳闻了，是不是第一个时间就应该要积极的处理，或者是跟我们家属联络？妈妈讲，这个后生去年8月做兵，拄开始也是真正常，也不过落部队到国关地检部队了后，开始出现无头神，情绪无好，真反应。最后因为无法适应，去年12月就退婚。了后问囡仔，才知影讲，伊伫军中敢若受到某士官的欺负，甚至恐吓，互伊身体甲心理承受真大压力。今年病房开始加重，无法度家己处理生活。经过诊断是大脑萎缩，智力退化到大约只有2岁囡仔这程度。本案是在今年5月由单位主动移送司法侦办厘清，并且在10月5号的时候由台中地检署侦结不起诉处分。校准部尊重司法侦结的结果。
家属今年4月提出申诉，军方也协助家属进行司法的调查，不过因为证据不足，这个事件无起诉，互家属是感觉真无奈。军方讲会尊重司法结果，会落实官兵的照顾甲严格内部的管理，并且互家属必要协助。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一个登山团，今仔日早起计划去爬鸡笼山，也毋过伫个路林线互土石甲牵着，造成一个人死亡，3个人受伤。新北市管理局是表示讲这事故的地点毋是正办的步道，是英国的登山客家己行出来的小路。 等下下坡前面要刹车哦。搜救人员去伫山顶救援，发现一个伤患，人已经昏去啊，无喘气、无心跳，紧急赶到山卡，较紧送去病院，但是伫抢救过后嘛是宣告不治。预计从山间路行经基隆山东峰登上基隆山顶，遭巨石砸伤。土石对天顶落落来，就伫测试早起10点外，这阵做伙爬山的朋友9个人，小早去爬山，却拄到意外，造成1死3伤，但是哪会有石头？ 瑞芳这一带天气有时候变化比较大，也有可能造成土石比较松动，那边是把这个路口封闭起来。民众如果硬闯的话，我们可能就变成后果要自负了。案发现场为山友走出来的山径，呼吁民众选择安全的登山步道。出代志，这条路就敢若土含一寡碎石，无看到任何石头楼梯。新北市的管理局讲，这无伫个列管的步道的范围，是山友去爬，结果行出来的小路。目前并无计划要管理，是暂时为封锁山景时。小径是比较具有挑战性的路线，不会说不建议的，就是说你要去爬，你可能要注意一下风险，评估你的能力跟。 安全上，你如果怕落石、怕什么，你肯定要戴安全帽嘛，连盔嘛。不管是敢有列管，那有可能有无看到的风险。专家嘛点出讲，爬山的小路挑战真大，伫爬进前，自身的能力、体力敢会堪一，拢爱评估。对所有的状况，拢爱细致含注意。记者综合报道。 来关心的就是越南的花艺复合张美兰，伊犯上大战的金融诈欺案，互人判死刑，而且上诉失败。也毋过，这法院是讲，若准张美兰甲75趴，也就是差不多3000亿台币的侥幸钱，甲还转来，安尼就有可能会当改判无期。 画面中穿本蓝色顶衫、头毛拔起，伫法庭中目睭看来看去的就是张美兰。张美兰做房地产开发商万盛华集团主席期间，涉嫌利用本蓝情景的空壳的公司向西江商业银行申请贷款，炒土地甲房地产，并且向银行的存户卖假借款，总共赚到不法的钱财125亿美金，将近3950亿台币资金。也让互骗去的投资人有42000人。为了暗砍伊违法的行为，张美兰也涉嫌以520万块美金来讹洗越南的官员。今年4月，张美兰就因为诈欺、贪污甲讹洗这罪名，被判处死刑。伊后来提起上诉，结果初三遭高等人民法院来驳回，理由是无任何减刑的依据。Qua cái vụ án này thì tôi thấy là cần có cái sự giám sát chặt chẽ hơn từ phía nhà nước đối với các hoạt động trong lĩnh vực tài chính để tránh có những cái lỗ hổng mà có thể một vài cá nhân có thể lợi dụng để mà lũng đoạn hoặc là làm sai trái như thế. 检方指控张美兰犯下越南数不见的规模上大金融诈欺案，对社会经济甲金融市场这方面产生深远的影响。辩方律师讲已经认罪，相反部分贪污的钱，也无检察官讲这也无够。也来张美兰这个案件，也是当时担任越强总书记关副长所主导的立法洋路扫贪运动中，上届受到注意的案件。当时有1700桩案件互揭发，4400人互起诉。期间也有2位国家主席、2位副总理、4名中央政治局委员因为涉贪互救来。像越南新任最高领导人苏林已经再讲到反贪污政策不变，张美兰想要改变死刑的命运，就依法规刑3/4不法的资金，总共代票3000亿，才有可能改判无期徒刑。公视新闻张惠敏编译。再来看野生动物甲人类的冲突，伫印度呢有一只大象总入去园林要找食，甲这农作物拢大派，互民众是真惊吓。也若伫法国，这政府呢是来降低野狼保护的等级，互农民会当为着保护头生，甲野狼甲大互死。也毋过环保人士是认为讲安尼做其实无啥路用。
像伫咧田内面行来行去，民众敢若敢远远啊看尔尔。即只像礼拜是总入去印度的东部，一块田内面活动作不受损，村民真惊。सब कोई डरे हुए हैं क्योंकि आसपास घर है ना इधर तोड़ने में अगर बहुत नुकसान हो जाता है ना इसीलिए हर कोई डरता है इसीलिए रिक्वेस्ट कर रहा है जल्दी से जल्दी निकाल लो जल्दी से जल्दी निकाल लो 伫附近树林区的管理员已经到现场，目前正在想办法，把这树赶出庄仔头。即卖因为树的生态地渐渐拢互占掉，树拢入去人生活的范围咧找食的。伫印度是愈来愈定看到。印度的农民惊树，伫法国大概是惊龙。专门保护野生动植物的白云公约委员会通过提案，甲普龙的保护等级对严格受保护降到受保护。部分农民是欢迎这个决定，因为龙会攻击牲口造成损失。目前法国政府已经补贴农民设置防护网，而且准因自的性大死农者，但是有真侪农民一直认为讲安尼无够，进一步要求要预防性大死，主动垃圾普龙。On arrive à un moment où les loups attaquent devant nous, ils attaquent à 10 mètres, à 20 mètres, à 30 mètres de nous, en plein jour, au milieu des chiens, avec des meutes de 7-8 chiens. 不过，环保人士是指出讲，扩大抬农者会破坏农群的社会结构，有可能造成农群的行为更较歹预测，造成牲口的损失更较严重。而且自然生态已经真脆弱，无应该个人为的干预，互农群可能搁一摆来绝种。普龙是欧洲的原生物种，嘛是食物链正顶悬的掠食者。过去伫人类持续捕杀之下，野生的龙伫法国是完全灭绝，这嘛造成食草的动物是过度生态，冲击生态平衡。1992年开始，龙群搁一摆入去法国，成长甲真紧，目前差不多1000只。要安怎防范损失，搁莫伤害动物，确实是一个难题。公司新闻由派准编译。感谢你收看今仔日新闻世界通，我是麦尚莹，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相会。